今年两届风台高雄高山的前锋里到美术馆地区拢淹水，就居民集期是当地一个挖山边的军营区，墙围也破去，落大雨，沙土拢放落来，才会害当地淹水。也那市府是表示，主要是因为风台的风雨伤过大，目前正咧协调要征收。 当地墙围变作破口，一大堆土水对军营冲出去，无外国附近的3个里拢积水啊！华平团路一排透天，过去10几冬来拢无淹水，今年拄着凯里3道2风台拢变作浸水厝，有的民家厝的地下室甲担水拢还袂退，居民控诉讲，军营墙围破口是会修。 因为都是海军的围墙那边造成下来的黄沙滚滚啊，我们这边好像是黄河啊，因为拄啊破3坑，啊拄啊淹着3里，啊所以阮即摆阮3里联合起来，阮有迄个委托律师要甲因申请国赔。居民认为讲，属海军陆战队的营区是正瓦茶山，这两摆风台3个月降雨拢淹黄土，冲落山拄着墙围，真侪所在拢破坑，才会安尼放弃。土水淹去附近的主体，佮拖到美术馆地区，含军营敢若隔一条路的幼儿园是第一个受影响。嘛，这当先整理内部，互囡仔会当上课。外壁是甲担拢在清，园外的车路嘛有明显的黄土。当地里长讲，伊讲水退了拢路过埋，佮有人累残。这边会先淹，淹完之后我们就直接往这个美术馆那边冲进去。上次凯米那一次，这个地方就有破了。 可是这一次又同一个地方破第2次，但是里面真不满，影响军方反映说红回讲是天灾造成的，决定提国赔。台风可能有一些树木倒塌，或是一些树叶造成他们的排水系统有一些阻塞，所以造成整个水淹上来之后。 加上它老旧的围墙承受不住水压，政府讲是雨水淹黄土，佮拄着墙围已经旧啊，才互土水冲过去一直淹，已经含军方协调，由市府争取再收工程修建1.1公里的墙围，军营嘛改善内部的排水系统。陆指部回应讲，已经完成内壁初步强化作业，后壁会积极来争取预算增建，确保营区和居民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